你是不是觉得你走的每一步都走得很吃力啊？这是你想要的吗？这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我才想办法，我要努力改变。你觉得你还不够努力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欠缺的是努力吗？是吗？通过过去1年的时间证明，凭你的天分，光靠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呀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我带的所有的学生里头，最后靠努力的只能是站稳脚跟儿，而抓住机会，才能够让你鹤立鸡群。保送名额、奖学金、签约一所大律所，这对于所有的法学院的学生来说，都是梦寐以求的。你不想得到，对不对？而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这些东西都是遥不可及的，是看得到摸不到的呀。